离明年的选举剩最后的26天，选前之夜，大家必争之地，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权由民进党摕到。国民党虽然派出着40位的党工，故意的电脑前要来抢路权，也是抢输民进党。我们大团结，一起蔡英文。总统蔡英文并连任，造势活动支持者有够真。韩国瑜嘛真够做事，2020的选战到最后的阶段，选前之夜变成国阵营拼气势最后关键。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权兵家必争。因为12点01秒场地就被抢走了，目前规划就是在松智路。国民党派出党工伫抢嘛是抢输，只好选其他所在，理想场所，互民进党抢去啊。我们还是依照台北市政府的相关的规则进行。连台北市长郭文天想要为民进党抢所在嘛，知影讲路权足歹抢的。再找啊，不过现在好像可以用的场地都被借光光了。民进党选前之夜，目前煞找无所在。国民党连续4礼拜会伫4都举办大型的造势。民进党伫台北、新北、甲高雄举办暗会，全党最后集中伫凯道，国阵营是总动员，为胜选的最后一步要集中人气。